后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台南的好信堂甲普济协会伫庙口举办着封茶的活动，甲旧年封存的茶来开封，甲新民加持一年的福气，甲大家来分享。 为关心合作头前，请出封存一年的茶券，嘛拍开甲现场的民众共享，将新民加持一年的福气分予大家。这是台南好信堂和普济协会同齐举办的封茶活动，上最发想来自社区兴造补助计划，好更加侪民众会当来认捌在地的 庙事文化，透过这样子有意义的活动，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在地还有庙宇的文化。现场除了真侪民众参加，还有南营上港啦啦队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，炒热现场的气氛。那我们有感受到这种幸福跟温暖的感觉，在这个即将农历年的时候。 活动已经办到第6届，后民众拢感觉封茶文化深受个趣味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